我咧係做醫務助理㗎。我減肥前啦，因為我體重嘅問題啦，導致膝頭哥咧會好痛咯，加上我又會氣促喎，對於我工作咧影響會好大啦。媽咪肯減重嘅原因，因為我咯。其實我足足用咗2年嘅時間勸佢減肥嘅，但係佢每次聽到咧都耍手擰頭，又話唔 work 㗎，我試過啦。但係因為我每次見親佢膝頭哥越嚟越痛，又揦埋晒口面喎，其實我自己心都痛埋。我試過節食啦，食過醫生開嘅減肥藥啦，初咧都 OK 㗎，減咗有10幾磅㗎。咁但係個後遺症咧都好大嘅。咁我行快咗2步，個心跳咧已經咧就好快，所以咧我就即刻停咗食嗰個減肥藥，就唔減咯。其實媽咪今次成功減重咧都係靠自己嘅，咁加上咧有人從旁跟進啦，又俾到專業嘅營養知識我哋啦。而我嘅角色咧，除咗做女女之外啦，今次咧我都做埋去啦啦隊支持佢啊。我要咧多謝我個女咯，佢帶咗我嚟咧呢一度啦，喺度咧認識咗好多專業嘅人才啦，同埋朋友咯。而且咧喺呢半年裏面咧，我又成功減咗54磅啦，咁個人咧又健康咗，個膝頭哥又唔痛，我哋2個又傾多咗偈喎。咁我知道媽咪依家減緊肥啦，我都決定身體力行，全力支持佢一齊唔食零食啊！我哋咧依家開始一齊行下山同埋游下水添啊！我咧冇諗過咧自己搞好咗個身體之外啦，同女女嘅關係咧仲越嚟越好添。